过来关心一件意外消息：嘉义民和国中的棒球队到高雄去练习，结果要转去的时，伫咧国中顶悬，因为闪袂赴去弄到一台工程车，造成车顶8个人受伤。在赛车的教练甲其中一位球员的伤势较重，也搁咧急救。因为这详细的事故原因是也搁爱调查。 生活车高速弄到伫内侧车道作业的轰动车，车头全毁，也有人摔出车外。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15到高雄异地训练，下晡回程时阵伫国道3号上北337.5公里的所在，因为闪袂赴弄到高公局公务车，教练甲7个球员拢受伤送医。 目前的话是可以照口令的话去做动作但是比较嗜睡，有一点，而且有时候会有点躁动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给他一些镇静，不过还是要密切观察因为有担心他会有延迟性的脑内出血。 8人分送台南市境病院，其中送去柳营级别病院的4球员内底，伤势较重的1年的姓陈的球员，由院伫加护病房观察。另外6个球员分别有骨折、耳脑、头部裂伤这伤势。赛车的姓柯教练因为脑出血这状况昏迷。孩子的后续的治疗的部分那全力的帮助他们那也协助家属希望家属就是能够放心。 馆长洪忠良教育处甲学校第一时间赶去病院了解状况和慰问。虽然这一班异地训练大部分嘅年级的学生无参加，不过学生家长知影消息也是真着惊。即摆听就是真正做意外，好加彩，因为低年级的无去啦。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撞击前方执行内侧清扫工作之高工局委外棚撞车的肇事，现场8人受伤，各车驾驶人9车子皆为零。 事故原因还阁等警方调查清楚，这车祸引起各界关注。所有人也拢咧为伤者加油。关府顶单位也要检讨学生异地训练的交通安全措施，防止同款的代志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